Ashton Kutcher 呢一個名咧，對於80-90後嚟講都好熟悉噶啦。佢就係 That 70 Show 裏邊嗰個傻更更又好笑嘅靚仔啦，亦都主持過惡搞節目 Punk'd， 成日都喺電視嗰度整蠱其他明星，形象就係一個典型嘅荷里活陽光男孩嚟噶。至於唔屬於90年代嘅話咧，如果我提起佢就係以前同荷里活女神 Demi Moore 結過婚，之後亦都同 That 70 Show 嘅拍檔 Mila Kunis 再婚嘅男星，大家可能都會有畫面記得佢係邊個嚟嘅。Ashton Kutcher 過去長期嘅公眾形象咧，都可以話係冇得輸噶。佢除咗係演員之外咧，仲係一個好早已經成為科網初創投資者。佢係透過 A-Grade Investments 同埋之後嘅 Sound Venture， 早年亦都係投資咗 Uber、Airbnb 同埋 Spotify 呢一啲嘅科技公司，俾傳媒係形容佢係荷里活最成功、最有眼光嘅明星投資者。而 Ashton Kutcher 亦都開過餐廳啦，做過電話科技公司嘅創意總監，係一個識玩又識做生意嘅好爸爸、好老公嚟嘅。去到2009年呢，佢仲同當時嘅太太 Demi Moore 一齊成立咗一個人權非牟利組織 Thorn Digital Defenders of Children， 用科技去到打擊人口販運同埋網上兒童剝削。而之後亦都係發展去到幾千個執法部門同埋科技公司同佢一齊合作，開發追蹤科技，識別同埋移除對於兒童代嘅網上資訊。而呢啲嘅舉動呢，亦都係令到佢一度係被視為用科技改變世界嘅代表人物嚟㗎，仲上過 Times Magazine 百大影響力嘅人物名單咯。不過呢一個陽光男孩嘅形象背後呢，圍繞住佢身邊嘅，其實係一直都有一啲相當陰暗，甚至乎係詭異嘅故事同埋傳聞嘅，包括兩個前女友嘅離奇死亡案件啦，佢同 Diddy、Michael Clark Duncan 呢一啲圈中人之間錯綜複雜嘅關係，以及係近年網上瘋傳話佢同 Jeffrey Epstein 嘅圈子可能都係存在住一啲關聯嘅各種猜測。而呢兩集呢，我就會逐件去拆解呢一啲圍繞住 Ashton Kutcher 嘅巧合啦。講到圍繞 Ashton Kutcher 嘅命案呢，第一間最為人熟悉嘅就係喺2001年嘅2月，一個22歲嘅時裝設計系學生 Ashley Ellerin 被嗰一晚啦。因為當時 Ashton 同 Ashley 本來佢哋係約好一齊出席 Grammy 一個 after party 噶，而 Ashton Kutcher 呢之後亦都喺2019年 Hollywood Ripper 嘅兇殺案嘅審訊入面呢，係以證人身份出庭作供嘅。根據佢喺庭上面嘅作供呢， Ashton Kutcher 當晚係遲咗去接 Ashley 噶，而喺門口嘅時候佢就係發現佢屋企裏邊係有燈，但係就冇人應門。但係佢亦都係見到 Ashley 嗰部車喺個 driveway 嗰一度，於是佢行去側邊個窗嗰度望下入邊呢，就見到有一大笪紅色嘅跡。而 Ashton Kutcher 當時呢，就係以為屋裏邊呢笪跡呢係因為 Ashley 前幾日喺屋企開 party 嘅時候倒瀉紅酒嘅啫，所以佢係冇諗過係血跡嚟嘅。咁佢亦都係自己試過再打俾 Ashley， 但係就冇人聽。佢心諗可能係因為自己遲到，對方嬲咗佢，所以佢就冇繼續去敲門，亦都冇報警。然後佢就選擇離開咗，自己一個人去出席咗呢一個 party， 直至到第二日喺新聞嗰度先知道，原來 Ashley 呢已經係早喺前一晚較早嘅時間被人喺屋裏邊插咗47刀啦。警方當時鎖定嘅嫌疑人呢，就係住喺附近一個曾經幫 Ashley 做一啲 handyman 工作嘅 Michael Gargiulo 嘅。原因就係佢當時喺荷里活一帶呢都針對過其他嘅年輕女性，所以其實佢有另外一個名呢係叫做 Hollywood Ripper 嘅。嗱，不過呢Ashley 呢一單案裏邊其實有好多地方係唔 make sense 噶。首先一個最大嘅疑點就係根本喺呢一間屋裏邊同埋喺屍體上面呢，警方係從來都揾唔到 Gargiulo 嘅 DNA 指紋、毛髮，連鞋印都冇嘅。而且喺時間線上面亦都係極具疑點噶，因為當晚喺4點鐘呢Ashley 就係接到 Ashton Kutcher 嘅電話，邀請 Ashley 出席一個 Grammys 嘅 after party 啦。去到5點呢 Ashley 嘅爸爸係去過佢屋企，幫佢修理咗間屋之後呢 Ashley 就係車爸爸去咗機場噶。去完機場7點鐘，佢先係翻自己屋企。之後呢就有一個負責管理 Ashley 租屋嘅物業管理，去咗佢屋企嗰度裝修一個天花板嘅吊扇。而8點鐘呢 Ashley 同埋 Ashton 就通過一次電話，而 Ashley 當時就係話俾 Ashton 聽啦，佢仲準備緊，佢沖緊涼。而 Ashton Kutcher 呢就話俾佢聽啊，
我會比原定嘅時間遲少少先去接你噶。嗱，10點鐘本來就係 Ashton Kutcher 去接 Ashley 嘅時間，但係佢就遲咗，大約喺10點30分至到45分先出現。而呢一個時候呢，就好似剛才咁講啦，Ashton 就係以為 Ashley 嬲咗佢，所以佢就離開咗啦。嗱，要留意就係警方喺現場咧係冇痕跡顯示有人潛入屋㗎，所以基本上咧一係就係個兇手自己有條鎖匙可以入屋啦，而擁有呢一條鎖匙嘅人咧只係得4個嘅啫，包括係 Ashley 啦，佢當時同埋佢之前嘅一個 roommate， 以及係頭先所提及到過嘅物業管理啦。另外一個可能咧就係 Ashley 係開門俾呢一個人入屋嘅。嗱，不過要留意咧。Ashley 係喺沖緊涼嘅時候俾呢一個兇手係插47刀，即係話其實案發嘅時候佢係沖緊涼，準備去 after party 噶，亦即係話如果佢開得門俾呢一個兇手入屋，咁佢再去沖涼嘅話呢，佢哋嘅關係可能係好密切噶，因為開門俾一個普通朋友入屋，然之後你自己去沖涼呢，其實唔係一個太正常嘅做法嚟噶嘛。而後來 Gargiulo 嘅辯護律師亦都係表示呢，除咗現場其實係冇 Gargiulo 嘅 DNA 之外啦，原來個報告亦都係顯示Ashley 喺過身之前嘅幾小時係曾經有進行過性行為嘅。雖然我哋就唔知道究竟 Ashton Kutcher 同埋 Ashley Ellerin 之間嘅關係，但係根據佢兩人當日通過電話嘅顯示啦，門鎖其實係有 Ashton Kutcher 嘅指紋啦，反而警方所指嘅兇手嘅 DNA 咧就一啲都冇喺現場嘅。係咪應該對 Ashton Kutcher 有進一步嘅調查呢？最少係咪都要睇下晚上8點去到10點45分 Ashton Kutcher 有冇不在場證據呢？嗱，不過現實就係 Ashton Kutcher 咧，差唔多一開始佢已經係一個證人，警方對佢嘅懷疑係一啲都冇噶。雖然 Ashley 嘅案件呢係揾唔到任何 Gargiulo 留下嘅痕跡，但係到最後法庭就係根據疑犯犯案嘅 pattern 就係將 Gargiulo 判咗死刑噶。而去到2023年 Ashton Kutcher 嘅好朋友同樣都係 That 70 Show 入面嘅演員 Danny Matheson 涉及強。而當時 Ashton Kutcher 同埋太太 Mila Kunis 咧，就竟然係寫咗封求情信。而呢一宗案件控方證人 Christina B 咧，就喺社交媒體就即刻指控話，當時喺2001年 Ashley 遇害嗰一晚 ，Ashton 曾經係打過電話俾 Danny Matheson， 而當時佢自己都喺度。Christina 亦都係暗示自己知道佢哋兩個嘅對話內容嘅。不過 Ashton Kutcher 作供嘅時候咧，就冇提過呢一點啦。至於 Ashley Ellerin 呢一個案件，最終咧其實都係冇翻到案嘅。除咗 Ashley Ellerin 嘅案件之外咧，圍繞住 Ashton Kutcher 嘅第二個死亡故事咧，就係有關佢前女友 Brittany Murphy 啦。兩個人咧就喺2002年去到2003年拍拖，而呢一段嘅戀情喺2003年就已經係結束咗噶啦。去到2009年嘅12月20號 Brittany 就喺自己嘅 Hollywood Hills 嘅屋企浴室嗰度倒地，送院搶救不治。其實 Brittany 嘅死亡同埋 Ashley 嘅分手咧，兩者係相隔6年嘅，點解又會有牽連嘅呢？首先我哋睇翻個死因先。根據洛杉磯縣嘅驗屍官喺2010年2月公布完整嘅驗屍報告裏邊就顯示 Brittany 直接死因呢就係 community acquired pneumonia， 亦即係肺炎。而第二個原因就係嚴重鐵質缺乏性貧血。而案發現場呢亦都係冇任何嘅打鬥啦、外傷啦，又或者明顯嘅暴力跡象。而警方由頭到尾呢都係當呢一個係一個醫療性質嘅死亡案去處理嘅啫。LAPD 同埋驗屍官嘅辦公室之後呢，亦都係重申佢哋揾唔到有任何 foul play 嘅證據。至於5個月之後呢，又係好離奇，因為發生咗第2宗嘅死亡個案。去到2010年5月23號 Brittany 嘅老公 Simon Monjack 咧，就喺同一間屋入邊，同樣係被發現暴斃噶。而最終嘅驗屍報告亦都係顯示 Simon 嘅死因係同 Brittany 係一模一樣，急性肺炎啦，再加嚴重貧血。有傳聞就話呢一間屋裏邊咧係有一啲毛菌，會令到佢哋嘅呼吸系統長期受損。而後來 Brittany 嘅媽媽 Sharon 咧，就係曾經以毛菌呢一個問題入稟控告建築商。嗱，不過驗屍官嘅團隊就好清楚講到咧，呢兩個人嘅肺部同埋解剖嘅檢驗入面呢，係冇睇到任何嘅毛菌感染引起嘅典型病理變化嘅，所以就唔接受毛菌致死呢一個講法啦。
另外佢嘅爸爸2013年呢，亦都係自資揾咗一間化驗室去到做一個頭髮嘅毒理分析㗎。而呢一個毒理分析嘅報告呢，就係話發現咗好多嘅 heavy metals， 包括有一啲係會令人聯想到係老鼠藥嘅金屬成分含量係好高，懷疑佢個女同埋女婿呢，就係俾人慢性下毒㗎。其實睇翻 Britney 喺出事之前嘅幾個星期呢，就已經有好多細節㗎啦。因為朋友同傳媒嘅訪問入邊就係提及到啦，佢臨死之前嘅幾個月狀態好明顯係一路向下跌，人越嚟越瘦，面色越嚟越蒼白，情緒好 down 啦，成個人就係冇晒以前嗰一種嘅活潑㗎。據報道咧，佢喺出事之前嘅幾日 Britney 曾經係同屋企同埋佢嘅媽媽講自己好唔舒服，好似唞唔到氣咁樣。除咗喺健康上面嘅問題咧，佢對於屋以外嘅世界都好多質疑嘅。有幾個朋友咧就係接受訪問嘅時候，就係話 Britney 喺 Hollywood Hills 嘅呢一間屋入邊咧，成日都同人講佢覺得間屋唔乾淨啊，好唔舒服啊，甚至乎佢係覺得間屋有鬼。值得一提嘅咧，就係 Brittany Murphy 嘅呢一間屋上一手咧係 Britney Spears， 而當時 Britney Spears 去賣呢一間屋嘅原因咧，都係因為佢覺得呢一間屋有鬼嘅。嗱，當然係咪真呢？就不得而知啦。同一時間 Brittany Murphy 咧，亦都係傳聞對一啲朋友去講自己嘅人生受到威脅。至於 Britney 呢一單案點解又會拉翻去同 Ashton Kutcher 啊、Diddy 啊，同埋後來嘅荷里活嘅黑幕嘅故事有關呢？就係因為 Britney 之前呢，基本上係同 Ashton 啊、Diddy 啊呢一個圈子入邊呢係好有關係，亦都係有參加過往一啲嘅派對噶。而 Britney 嘅肺炎死因同 Diddy 嘅前女友 Kim Porter 嘅死因呢，又係一模一樣。當然呢一個推論呢，都只係可以用太巧合去到解釋啦。因為 Kim Porter 嘅離世之前呢，就係寫緊一本有關 Diddy 嘅爆料書，所以外界亦都係推斷會唔會係因為 Brittany Murphy 知得太多被滅口呢一個講法啦。至於去到下一集呢，我就將會整合 Ashton Kutcher 嘅社交圈子以及佢嘅非牟利機構 Thorn 喺呢一個暗黑圈子裏邊嘅一啲爭議嘅。多謝大家收聽一站嘅 podcast， 如果你都中意我嘅資訊嘅話咧，可以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我係 Fiona，下次再見。